继续来看高雄市政府才爆发可能有去互窃听，敢讲这个台北市政府嘛发生同款的代志。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昨来公布7段的录音档，是柯文哲甲官员在讨论大巨蛋。这议员是质疑市长甲官员在超能，也就是私底下介入大巨蛋的案件。这是互柯文哲真俩讲来呛讲，真明显，伊嘛去互窃听咯。 韩国瑜还在说他被窃听，是不是还不晓得？台北市政府是今天很明白的被窃听。我先要求你回答，你这个谁给你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真生气，因为台北市议员伫昨提出去年11月29日会议录音档，质疑捌做过市长室主任的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李文忠私底下介入大巨蛋的案件。这就是抹黑的手法吧？你如果录音90分钟，那剪7段出来，那奇怪，那如果说干脆从头到尾去放。大巨蛋是历史公园，它本来就很多问题了，要解决，府内的这些首长聚在一起讨论，那很正常啊。 台北市都发局前局长林周明伫今日透早伫面册顶面写讲，这就是伊伫4月30到5月19伫面册所写的。李主任长期恶意干涉都发局大巨蛋的导审以及吵打中华民国文官体制，嘛认为昨伫艺术厅的热烈对话，甲窃听无关系。白讲哦，我刚才我也不想再去猜测什么，反正对我来讲，为什么要公开透明？反正我们都随时都在公开透明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干坏事，你要录就录。 已经有真侪争议大巨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嘛，阁互人指控讲市政府的官员去桥大巨蛋，恐惊会阁成为柯文哲难以解决的大问题。